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3月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1篇第1节到第2节，第9节到16节，出埃及记第6章第1节到13节，使徒行传第7章35节到4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谁是主。我们听过喧宾夺主，这是反客为主，搞不清楚谁才是主人的意思。我们也都知道摩西是一位忠心的仆人，至少圣经里面都这样称赞他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知道摩西并没有顺服到底，最后他就是败在他的脾气。他不但被以色列人惹气，又对上帝生气，因此失去了进入应许之地的祝福。接续了昨天经文最后他对上帝的抱怨后，上帝就对摩西说话，记载在出埃及记第6章第1节到13节。经文这样说道：上主对摩西说，你要看见我怎样对付埃及王了。我要逼他放了我的子民走，我要逼得他不得不把他们赶出国境。上帝指示摩西说，我是上主，是全能的上帝。我曾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把我神圣的名字启示给他们。我曾经与他们立约，应许把他们寄居过的迦南赐给他们。现在的我听见了以色列人因埃及人奴役他们而发出哀求的声音，我记起了我的约，所以去告诉以色列人，对他们这样说：我是上主，我要搭救你们，从埃及人的奴役下释放你们。我要伸出大能的手，大大的惩戒埃及人。我要拯救你们，我要把你们当作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上帝。当你们从埃及的奴隶中获得自由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，是你们的上帝。我曾经应许过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所以我一定要把你们带到那块地去，以那块地作为你们的产业。我是上主。摩西把这样的事告诉了以色列人，但是他们不听他的话，因为残酷的奴隶生活已经使他们丧志。于是上主对摩西说，你去告诉国王，他必须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摩西回答，连以色列人都不听我的话了，国王会听我的吗？我又是一个不会讲话的人。上主命令摩西和亚伦去告诉以色列人和埃及王说，我命令你们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。虽然以色列人拒绝摩西，但是上帝则明白地告诉摩西，是他命令摩西、亚伦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司提反继续的这样提到摩西的境况，以色列人不但是拒绝他来带领，更拒绝摩西所介绍的上帝，甚至呢制造了金牛，想要代替摩西所介绍的上帝。使徒行传第7章35节到42节这样的记载，这位摩西就是以色列人所拒绝的，质问说，谁指定你做我们的领袖，做法官来管我们呢？那个人借着在荆棘当中显现的天使，上帝差派他做领袖，做解救者。他带领人们从埃及出来，在埃及、红海
和旷野的40年间，行了许多神迹奇事。也就是这位摩西告诉以色列人民说，上帝要从你们的同胞当中为你们兴起一位先知，正像他兴起我一样。摩西在旷野跟以色列会众在一起，他和我们的祖先以及西奈山跟他说话的天使在一起，领受了上帝永恒的信息，把信息传给了我们。但是我们的祖先不听从他，也不理会他，宁愿再回到埃及去。他们对亚伦说，请替我们造些神像，好在我们前面带路。我们不晓得那个带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遭遇到什么事了。于是他们就造了一个小牛像，向他献祭，为自己的手所造的东西来欢乐庆祝。但是上帝转面不看他们，就任凭他们去拜天上的星辰。正如先知书上所说的，以色列人民啊，在旷野的40年间，你们并没有为我献上牺牲和祭物。这也正是先知所预言的景况。谁是上帝？是摩西？是金牛？还是耶和华上帝自己呢？上帝明白地告示说，是我命令你们去带领以色列人的。耶和华上帝才是上帝。诗篇91篇第1节到第2节，第9节到16节。凡向至高者寻求安全，住在全能者荫庇下的人，都可以向上主说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堡垒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信靠你。因为你以上主为避难所，以至高者为居所，灾害不会袭击你，患难不会挨近你的家。上帝要差派天使看顾你，无论往哪里去都保护你。他们要用手托住你，使你的脚不至于在石头上碰伤。你要践踏狮子和蛇，你要踏碎凶猛的狮子和毒蛇。上主说，我要拯救爱我的人，我要保护敬拜我的人。他们求告我，我要回答。他们在患难中，我要与他们同在。我要拯救他们，使他们得光荣。我要使他们享长寿，我要拯救他们。感谢上帝赐下救恩，使我们蒙召也来跟随你。求主你帮助我们注目在上帝，谦卑顺服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